教育伫网络设立不可星球的平台，希望以创意的方式鼓励学生阅读。不过，这个议员接受家长申请，发现不止推荐的册数量少，册单新增加的速度嘛真慢。根据统计，全市19岁以下学生有31万人，目前加入的只有4万多人。议员要求教育局检讨成效。常常在不可星球里面的一个推荐的一个书单里面。实际真的要去这个图书馆来找来预约，他有时候是找不到，附近的图书馆找不到，或者说好不容易找到了，但是他预约的这个时间可能要很久。所以未来是不是能够跟文化局的我们的图书馆这边怎么去做一个结合，能够让我们的图书载量，甚至说是不是连图书馆的书都可以变成我们教育局变成不可星球的这个解救这个星球的危机的这个题目，更可以让不可星球跟文化局的图书做一个结合，让我们图书都可以变更多题目，让这个活动可以更加的多元性。针对专题的部分去做一个激发也好，那你也可以来增加相关的这个方向的一个这个图书种类嘛，这样让它更平均，而不是说在高中的部分我们就是把它减少很多的数量。在我们局长这边也非常同意议员的观点，所以我们书宁可让它全部都借出去，看坏的都没关系。所以教育局在寒假的时候会把35000本的书都不会留在身边，我们全部都释出，让我们的孩子都借得到。这是第一个来回应我们益州这边很关心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我们大概会再跟文化局努力，把图书馆不管是总图也好或各区的都能够纳入我们的书籍。第三个阶段就是各校的图书，各校图书我们未来会酌增经费，让学校的那一个第三阶段的部分也自己有买不可星球的一个书更多钱的部分。虽然教育回应该平台会阶段性一步一步增加，不过毕竟现况册集的数量、多样性加册目的资讯嘛拢明显不足，一定要赶紧改善，才当有效推广阅读的风气。改善不可星球，打造书香城市。新闻，军职何小芳采访报道。